众兄弟的性命去甲官府拼，这我做袂到。今仔这件代志，若是有任何一个兄弟拍气角，迄就是我单飞一世人的失败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本来是应该感觉真甘心，啊，毋过我跟你讲，我即马足无欢喜的。江湖义气，毋是你讲就准拄好，安尼千万声算啥？你后摆叫这兄弟是要安怎去甲人做人？文姐啊，我会当甲众兄弟讲几句话。 你看明仔载个两厝变哪唱？各位兄弟，我知影明仔载卡输若是硬拄硬，大家绝对袂顿地。也毋过我咧想，明仔载若是硬拼，嘛咱的土地由官府收去，凡说咱的无名，啊无落命关。我感觉安尼无价值，恁的命应该是留某囝干。哎，阿辉啊！ 现不现，明仔载这顿就吞袂落去啊咧！免人我就讲家庭甲某囝啦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对！恁听我讲，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拢是青湾社东山再起的希望。一人一条命，恁要安怎拼，迄是恁的权利。但是咱无任何人有这个权利关上青湾社的希望。明仔载，上简单的是车命。 上困难的是吞忍，明仔载若是吞忍会掉，我单位用性命向恁保证，日后这个公道，我一定替恁讨回来。准啊！无去啊啦！马南，我是副医，来甲你讲代志的啦。报告。 我是来甲你讲代志的啦。宝宝带。想袂到恁甲我男勇士这尔啊无路用。你讲啥？无路用。我一摆。无路用。不带。我想你是感觉来的第一勇士，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姐啊，阿辉，拢传好势啊，会使出来啦。好，行。等下，关女士啊，坐。出发之前，我有代志想要跟你参详。代志到这来啊，除了病以外，是要搁参详什么？关女士，厝内面还有真侪人需要你照顾，还有阮阿母，这种代志。 若不是交情有够，我是唔敢开嘴甲你拜托。既然你挂虑这么多，安尼这顿由我来就好。心思若换袂定，你是无才调甲人拼输呀。咱两个一定要有一个人留伫遮，唔是为着什么顾虑，嘛唔是挂虑什么。假使我阿辉真是心肠命底，有去无回，至少会当甲阮阿母做伴。 算起来嘛是真好，要唔过原谅姐啊，你若是有去无回，规青湾社就煞咪咪。青湾社这个担，只有你有才调通担。你若放我单飞，后摆青湾社是要安怎甲人徛起？姐，阿辉安尼讲嘛合情合理啦。朋友代有人咧挺生死，啊毋过，这是咱青湾社家务事呢。 无人咧听家务事啦，对无？好，既然恁都拢安尼讲，我照恁讲的行。万啊，万不离阿辉若无回来，恁都拢唔免回来。是。
单位，官府予恁的期限已经到，为即马开始，阿里赛由官府接管，通判大人命令你即时离开。通判大人，予阮的期限是到日头落山，即马叫阮即时离开，做袂到。单位，查甫囝拄到代志，唔通安尼刷刷杀杀。恁等到日头落山，共款无钱通缴税，何必浪费阮官府的时间呢？毋是阮咧浪费你的时间，是你吞踏阮的芯片。恁不但无疼惜阮这善车百姓，反倒转来搞起恶势力，欺负阮这善良人。恁讲恁是爸母官，请借问一下，恁敢有一点点仔爸母疼囝的慈悲心肠？听啊！听啊！听啊！地府官可比是一家之主，一家之主上无都能忍受的，就是恶车业主。恶车业主若无法可治，就一字杀。官叫民守法，谁若拢乾坤，当头白日，做官的人知法犯法，期限是恁设的，阮照恁设的法。坐到日头落山，是倒位唔对？唔管恁做偌好，结果唔是拢共款。像恁这种官，哪有可能会了解阮这种小百姓的心情？这片土地是阮亲手开垦的，每一寸每一分，拢是阮开垦兄弟血汗换来。阮用血汗创造希望，恁用官势毁灭阮的希望。这片土地是阮的，要当坐偌久，阮就要坐偌久。你若是硬要提早叫阮离开，我单位无少用我辛苦的血保护这片土地。好，真有江湖气概。我搁一个私信予恁，时间若到。你就唔通怪我无讲正义。时辰已到，大炮杀出来！你带兄弟先走，无可能啊！这个场面，什么人都无可能离开啦。你若唔走，都唔是我单位的兄弟。你若敢伤害到我的兄弟，摕你的命来赔！听我的命令。一来就革命！一来就革命！单位，你要爱物件拢伫遮。有听无？善食百姓，嘛会出头天啦！出头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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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刘春姑娘，马哈哈，哪会答应这道理？这代志吼是安尼啦，你凭什么要甲我比我？凭我比你搁较厉害。安怎比？我用一支稻草来当赢你一支刀，你敢相信？我甲我的主人就做，
我绝对唔相信。即摆唔是你相唔相信，是你敢唔敢？莫讲我无良你哦，我是互你抬一刀，才对你下手。啊！我是感觉来第一勇士，我即马看起这，互你拍，你若杀我顶当，我就认输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，你敢对你的主人手抓？就做。慢呀啦！好啦，我认输啦。你白人哦，爽逼逼的。等下再给你睡倒下。转去甲恁通判大人讲，税金伫遮，虽然暂时无够，但是上起码会当互阮请恁离开阮的土地。阮这个土地无欢迎恁这种官，请。王牛姐啊，你做衫是要相亲啊？是要做我一个亲人穿的。伊即马出门在外，我希望伊回来时，会当穿着我亲手为伊做的衫，会当食着我亲手为伊煮的饭，就准做是含做签嘛好。一领衫，一顿饭，拢代表着我对伊的心意。当时离开的时阵，是遐尼不得已。我希望伊回来，会当欢欢喜喜，会当将伊外面所受的委屈，拢放袂记哩。我一定会用我的全力。来帮助伊重新再起。我相信你所讲的迄个亲人，不管伊即摆人伫咧天涯海角，我相信伊的心一直无离开你的身躯边。我有一个亲人，我一直想讲。会当亲手替伊做一领衫，啊，毋过伊甲你讲的亲人无共款，伊不时出现伫咧我的眼前，甚至伊离开的时，我阁将伊留伫咧我的心肝内。伫咧流过真侪目屎了后，我才知影，就算讲伊的人。留伫我的身躯边，伊的心早早就流浪到他乡外里。不管你有偌用情、偌用心，伊敢若会当互你失望、伤心、甲痛苦。阮阿娘清早就离开我。伊根本就无机会甲我做尖线，偏偏是查某人，你举尖，我嘛举尖。啊，毋过你手内尖线，充满着对亲人的思念甲体贴。我手内尖，
其实甲人命生死有关，毋是杀人，就是救人。我感觉我家己愈来愈无情，救人的事，我袂感觉欢喜；杀人的事，我的心情嘛是麻痹。啊，毋过今仔日伫咧遮，看到你咧做啥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查某人手内的针，毋是冰冷的。啊，毋过我手内的针，一旦若无够冰冷，我就无法度继续杀人，继续救人。一旦若是有值得你思念的亲人，你手内的针一定就会改变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一旦若是有值得你思念的亲人，你手内的针一定就会改变。烧哦！烧！水莲，我这药啊是为你转的，不过是要互你买啊。哦，水莲，我拄则去转药的时阵哦，我咧一面会咧烘热火，迄个开始敢若是我，烘热火敢若是你。我一直甲下，就希望迄烘热火会较旺的。水莲，会旺无？小水姑娘啊，这药啊，趁小啉啦。伫这间破草厝内底，我啉着头一杯水，互我感觉是甜的。这摆啉着药啊，虽然真苦，啊，毋过啉落后的时，我感觉是甘的。不管是甜的还是甘的，这不只是你的心情，嘛是阮这间破草厝内面的宁静。水莲，我的心嘛有甜的，嘛有甘的。春啊，你回来啊，春啊！春啊，水莲今麦人伫啊，趁机会甲地真紧的。阿伟，代志办了安怎？这单代志暂时是解决。我哪底有为难你？无，这单代志会当解决，拢是你内底斗相共。我就知，就算讲我爹我较爱做官，我这个查某囝伫伊的心目中，也是上价值的。是啦，你内底实在真惜你，伊听到你人伫我的手头，随时就退兵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认定你内底是一个好人。你即摆工课愈做愈粗重啊！这个鸡翅头啊，是我专工替你准备的。
工课会使做，但是你若搅扰到因主的困眠，我是袂帮你刷。出去！你甲我听好，我明仔开始好好甲我种花。因主的米是无你饲亏人，知无？哼！你做你坐去，莫伤害阮某的身子牌啊！今仔三，到头是要有相亲。我的骹手人顶甲我报过，讲你伫地后做错工，所以我专工来看看。你莫互白想，我会来看你，毋是关心，毋是同情，当然搁较毋是孝敬。那安尼，你来要创啥？你敢袂感觉走这逝，真浪费你的时间？你来，我是加伤心的，一点仔价值袂看。一个做皇帝，出来巡视伊的江山，迄种价值，像你这种查某人，根本就袂了解。你敢知影做皇帝做？无怪人讲，天下第一讲的是做皇帝。下手遐毋济，大家拢靠你食穿，也毋过每一个人，时时刻刻拢伫咧找你的弱点，准备要甲你拍败，抢你的江山。你的江山也愈来愈大，靠你食穿的人就愈来愈济，你就感觉愈来愈孤单。我即马较了解，是安怎古早的皇帝会自称是寡人？因为做皇帝，甲查某人伫咧井外挂共款。这句话，你应该去讲互了解你的朋友听。哪会来讲互我这个过去为你伤心，即马对你死心的查某人听？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所有的弱点，我拢知影。我若去讲互别人听，敢毋是对你真不利？你敢拢袂惊？这有啥物好惊的？你拄则会听到我所讲的遐话，是因为你无重要。一个无重要的人，敢若有资格听人讲？所以你所讲的话，无人会甲你听。毋管我甲你讲过啥物，
拢真安全。我想要讲话的时阵，我会过来找你，你也会记得。查某人甲囡仔人同款，有耳无喙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大师兄，你实在有够无意思的，遐七早八下枵吼，唔知甲我囡仔遮要创啥。坤，我若是你，我今仔开始我绝对困袂去。莫甲我咧讲遐，人讲吼，食饭皇帝大，我即马吼是一困较好三只。但又阁是安怎啦？师傅，弟弟也袂歹，你也记得我这个师傅。师傅，自从你过身了后，自从你发生代志了后，我拢袂食袂困的，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。你看，新主牌嘛甲你裁正正，你若无无皮做出来，恁两个真有啊！甲我传福山大厝，这个做大厝的师傅是我的新房，在大厝下面做一个活动的，我才会当离开，走去长线。我有着要解毒啊，毒断我一个钟头啊！今仔才有这轮命，等来看你一个不孝的地主。阿坤，你爱我怎甲你教死？师傅，教死无要紧，用讲的对，莫用拍的。伊就知影我自细汉在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就真惊疼。师傅，我无甲你骗，我一直拢良心非常的不安呢。师傅，你起来。我准备对恁讲，我需要恁的是忠心，我不爱恁的良心。阿某，你即嘛是我的囝婿，你对我有忠心无？师傅，我会做互你看。阿坤，也你呢？师傅，我自细汉就是你甲我请大汉的，一直甲我当作甲亲生囝共款，我一定会对你忠心的。你也甲阿某也加学一寡，忠心毋是看咧嘴，爱行动表现。我这回东山再起，要从昆医院摕倒转来。人讲皇帝拍天下，嘛要用两个条件。头一个条件是钱，第二个条件就是武力。无钱就无武力，无钱就无天下。我爱恁两个人去甲我装钱。师傅，阿南即摆咧换头，阮若食会饱，穿会少，真加菜啊！阮要倒去装钱。钱甲人的性命同款，拢是生出来。若要有钱，头一项就是缴，第二项就是鸦片。这两项阿南六条条，万不离阮也闯袂过，命就休矣啊！做一个头人，身躯边要有真侪卡笑，有这人伊才有场面。做一个头人，假使若失去杀人，这嘛是不得已的。除非你着便宜较厚，便宜较下。阿某，你这个师弟爱好好管教一下。以后咱要做的事业是愈来愈大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头壳清楚，毋是即款头壳定确确的人。若安尼对我事业一点帮助都无，你应该知我意思才对。
哦，就是水莲啦。较早你做琴车，做到遐尼啊喊鼓，即摆连爱一个查囡仔，嘛甲伊甲遮歹看。人讲三着顶八卦，食饭袂消化，就亲像你即般的啦。查甫囝较精壮咧。我咧无精壮，哼，讲较恁遮的人哦，敢若会晓开垦啦，爱土地开垦哈大片。借问者，无水敢会种做呀？有啊，阮已经找到水源啦，即马只要开水路，甲水引入来就用去种做。我做官车慢啦，啊若讲是做田哦，我比恁较熬咧啦。恁敢若会晓引水，袂晓咸水，若靠我的时阵，水要位倒来？我也甲恁讲啦，甘仔人才搞雨水，咱一家地哦，甲做3个水池啊，时到甲雨水、溪水啦，什么水拢会强安到即块啊，爱水就免惊无通用啊啦。讲较紧啦，你敢会晓做哦？爱我做初档的，迄是无可能啦。啊，搁算起来我那卢家庄的田庄少爷了，我教你安怎做，啊时到了做好哦，一口边啊我照收水租。看你平常时哦，安尼调直，想袂到一个开喙，你就晓做这种免本钱的生意哦。阮人遐甲你讲的是免本钱的生意，我即摆要甲你讲的是大生意。咱这姜仔草若要送去网价，行水路是真重本，啊若行山路又搁够工。其实真正有价值，毋是遐个茶，是遐提炼出来的姜老。啊，咱若要出原料，互别人趁钱，不如哦，咱家己起姜老寮来提炼姜老。要偷了家，嘛爱一百米，爱有本钱，爱有人工，嘛爱一大片的土地。以咱即摆情形，敢有法度？这姜仔草就是咱上大的本钱，咱会当去网价找一寡业主，啊，咱出原料，因出钱，安尼本钱的代志就解决啦。本钱的问题若解决，人工甲土地咱家己变啊，讲起来是会做的哦。当然嘛会当做，姜老会当趁大钱，咱会当摕这个钱哦来设这拍铁仔店、米甲，啊，搁木工厂。那安尼咱若要爱啥都有啥，就免看你人的头面啊。安尼讲起来是足好的。啊，毋过提炼姜老有一大笔的利润呢，官府免哪有可能无来干涉这个代志？是讲要炼姜脑，一定需要搁较侪姜仔茶。若无真好的办法，恐惊也无法度说服我遐族人。因是你的亲戚呢，你的小外怀心甘情愿甲咱斗相共。啊，若官府迄方面哦，咱爱趁这新通盘还袂到之前，甲这姜老寮起也好势，啊新通盘若来吼，假使伊若是清官，咱就会入官股；啊若是贪官，咱就会抽啥。伊公伊私，咱拢有交代啊。啊万一这个新的通盘若甲朱德良共款，唔食硬唔食软，安尼咱就单刷填海了王工咯。恁拄则一直咧讲新通盘，是毋是我顶发生啥物代志？伊内底已经过身了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伊内底已经过身了。伊是伫执行公务的时阵，不幸发生意外，人今早晚拢会行到这个地步，你是毋是该放较开的？这个查某囡仔，才拄开始了解到人甲人中间有感情，嘛有人情，即马就遭受到这款打击，伊手来针。一定会变做比以前搁较冷，搁较冰。朱姑娘，阮连主叫我踮遮等你，叫我请朱姑娘过来郡议院参详朱大人的后事。
自细汉都无爸无母，会记得印尼，我才7岁，福建机会，我若听到阮阿娘伫我目睭前活活咬死，迄个时阵，我已经口甲无目屎。 7岁了后，活伫世间的你人，根本就唔知影啥是友好，啥是不好。不过我真想要友好，但是天公伯啊，唔肯予我这个机会，这种的不幸，怨天嘛无效，怨地嘛无所谓。 我敢会当尽力，甲遐想要友好、做人囝儿时势斗相共。你心内偌痛苦，我完全了解。也毋过我上替你怨叹，是官府不义，人在，人情在，人亡，人情亡。 人是怨生无怨死，官府是管生无管死。你若爹的尸体，就安尼用等你讲个大听，安尼用一块白布仔盖咧，无甲一点啊香烟火烬，你人看袂落去，所以才出面料理通破大人的后事。 代念你，替我料理我爹的后事。你别火迄条线，咱主无输赢。太想我爹的凶手是啥？通报大人是去用暗杀，凶手也未查到。这是凶器。 除了白部族以外，无人用这种钱。我是一个无情的人，阮阿爹这条，我无法度报答你。啊，毋过阮阿爹的冤仇，我家己会去报，啥物人拢免插手。 边部族即马是单位上有力的这个卡手，然后你若安尼辩论呢，到时边部族一定要甲官府发生冲突。要若是发生冲突呢，上有利的就是你啦。阿某，咱这毋管是明也是暗的，互单位做大，互伊甲你人对敌，到时呢，咱就亲像三国的老兵共款，虽然是细国，也毋过咱有法度用徛起甲生存。你即马就去甲单位托头。 是。你欠这代志无做，即摆你换做财神。嘿，辉哥，啊你嘛想够好咧，啊一声就卡认出来，我家己包起来我都袂认我家己咧。哦，英雄就是英雄，迄英雄的目屎哦，就是甲凡人无共款啦。你失陪啊？等，3更半暝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这句嘛，你足奇怪咧，甲问这个问题。我问你，你之前3更半暝出门是去创啥？毋是去烧台，就是去救人啊！你真正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我要学习你的精神，我嘛是要去救人啊！什么人？这个人是一个年轻有为、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少年人。你免问，迄就是我。
我最近麻烦已经有够多啊，你毋通搁去外口甲我飙膝头转啊！是膝头，是我的心肝头，我的心充满着相思的苦甲痛。我即摆若无去见水莲，我会死哦！你根本就袂了解我的心情。自从我登山过大洋，看到水莲了，我心肝就结鬼哇！我甲你当天有酒泉，摔破两个胃仔管，一世人无水莲我唔娶。我有嘴讲甲无烂，我即摆会当落山无？我若无互你落山，是无讲情理。也毋过，我回头甲你打进前，你若是对水莲姑娘遮尔痴情，你会食真济苦。要落山落较细致，明日透早要赶紧转来。安尼我来去啊，唔好阮村仔知啊。什么啦？李南准备要对遐爸母反不离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顶摆你想袂开，来找我啉酒。即摆我知影你阁想袂开啊，我招你来啉酒。这酒是阮做人家的米酒，甲阮做人的个性同款，真纯。3个月时间还袂到，你莫逼我提前伫你这条命。过了身，煞了代，你内底已经离开世间。从今以后，无爱、无恨、无忧愁，无是非、无输赢，清清气气。但是对于外人来讲，若是趁唔着人，讨唔着命，迄就是真正的冤仇。我是一个替后爹报仇的查某囝。是来这听你讲紧雪糕的酸秀才，你若是要替这爸无反出头，我连你煞来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。